来看台南市本土的天狗率，计共已经有190例，伫永康有几啊例找无感染源。台南市目前的境界嘛已经提升做1级开设，正下市政府相关的资源要来对抗天狗率。台南市防疫单位和化学兵找来透早来到永康，准备要除药消毒，就是因为这嘛传出几人件感染源不明的天狗疾病例，相关单位也总动员来防疫。大家做好那个水的容积，尽量把它倒掉，不要有长决绝，对啊。那就是突然之间才产生的啦。有没有说查出它是哪里来的？目前还没有。那公所这边就是全面的，就是要做知清，然后再来做消毒这样子。台南市天狗节找5增加13例，算来到当已经有190例。除了同在区、仁德东区以外，疫情渐渐向外扩散，病例分布的所在已经有7个区域。台南市府已经把防疫指挥系统提升到第1级，也就是大家局处、区公所、卫生所、各军各营事业，也有相关单位，拢要整合资源，做伙来防疫。全体卫生及环保人员不分冷区热区，全员投入第一线的防治作业。针对阳性容器违规的部分，我们会加速裁罚的程序，以唤起各界的重视。除了台南天狗节炭烧以外，各县市嘛有增加的病例，包括高雄一例婚姻病例，其中高雄的案例和台南的血清共型，是对台南探出去的案例，婚姻是无同款的感染源。地方政府嘛开始在做化学防治，加强环境变数，也个探病网密度调查等等，来进行健康监测的防疫措施，希望会当降低疫情扩散的风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